都没差，我就他吃我的。你吃完的好快哦，你。弟弟也好开心哦。你给他一个芝麻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刚才把芝麻挑掉。好吃啊！再喝点水哦。小姐，再给我一双筷子，谢谢。还有什么？再一双筷子。一起用的。好，谢谢。拍手，拍手，拍手，拍手。